台中有警察，若像因為對毒品喙瘰快篩的程序無熟，所以這檢驗的報告漏交，無法度甲牽涉食毒賽車嫌犯抓起來，只好當場甲人放走。後來這兩個警察嘛，互人依法送辦。毒駕轎車報名啊，高速衝浪騎機車人了後，隨後擱佇路橋頂衝浪對向的車。這個月初時發生佇彰化的毒駕駕駛，造成2名無辜的民眾死亡。佇全國毒駕案件一直升懸，毒品喙瘰快篩執法。去年11月20正式上路，也毋過有基層警員親像對相關的程序無啥了解，妨礙衝綁人權罪嫌送辦。因辦理毒駕案件，對法律程序誤判。致有未依規定處理之疏失而不慎觸法，本案經地檢署緩起訴，相關行政責任後續將另依規定辦理。台中市第5分局四平派出所2名警員今年1月19透早2點，查到親像毒駕的姓區查某人，經過毒品喙瘰快篩，呈現毒品K他命反應，擱佇車頂查扣4.8公克K他命，以公共危險毒駕現行犯逮捕。也毋過移交偵查隊的時，因為欠着個報告，互值班偵查組稽收，最後派出所警員將案件改用函送，擱放走姓區的嫌犯。一般來說，你的重犯人犯是說在非常的清楚的情況之下，你抓到之後，你其實就沒有真的想要逮捕他，就直接把他放走的。這種一般來講，檢察官會認為比較惡性中，他會被起訴。但是因為像這個案件比較像是程序上的疏忽，或者是說經驗不夠所導致的一個狀況，所以才會變成說他可能認罪之後就直接讓他用緩起訴就把它結束掉。第5分局表示，2名派出所警員甲這位偵查組和分局以涉嫌刑法公務員衝綁職務上依法逮捕治人罪嫌函送法辦。2位派出所警員承認犯行，表示反悔，檢察官互因原起訴。值班偵查組是查無犯罪事實，得到無起訴。警方強調，已經將本案列為案例教育，加強警員法紀訓練甲聯繫機制。記者綜合報道。